好啊！火炭星海堤岸分享 Angel， 今日帶大家嚟到火炭站御龍山，係一個實用面積1012尺，間隔係3房1套加工人套房連儲物室，望開揚嘅馬場景，我哋一齊睇下。我哋今次睇嘅單位係位於屋苑嘅7座，實用面積係1012尺。單位嘅露台外望開揚嘅馬場景同河景，一片遼闊嘅景致。客廳間隔方正，係長廳嘅間隔，有足夠嘅位置放到梳化同電視櫃。牆身夠闊，旁邊仲可以做一排嘅儲物櫃都冇問題。而飯廳嘅位置可擺放4人餐台。廚房面積寬敞，廚櫃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廚房入邊嘅工人房係套房嚟嘅。穿過走廊，我哋第一間嚟到嘅係儲物室。第一間睡房間隔方正，可擺放單人床同衣櫃。同客廳一樣，幾間房都望到開揚嘅景觀。洗手間係用浴缸嘅。第二間睡房同樣可以放到單人床同衣櫃。主人套房面積寬敞，可擺放雙人床，同預留咗位置擺放衣櫃。L 型嘅廣角窗，望到一片開揚嘅景觀，夠光猛。主人房嘅洗手間，同時設有企缸同浴缸。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想預約睇樓，或者有任何嘅查詢，歡迎隨時聯絡返我啊！多謝晒你哋嘅收睇啊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